大家好，我係健康大使杜大偉啊！今日推介嘅就係呢一個啦，心妍營養嘅王牌產品心妍脂質體維他命 C。嗱，呢個維他命 C 咧，佢係採用咗脂質體包裹技術嘅，咁令到啲吸收率咧能夠達到90%以上㗎，真係非常厲害嘅。嗱，食咗佢唔單止能夠增加鐵嘅吸收啦，又可以幫助製造血紅蛋白，又可以降低缺鐵性嘅貧血風險。仲可以促進膠原蛋白合成，令到啲皮膚咧更加有彈性添。佢仲有抗氧化功效嘅，能夠預防自由基破壞細胞，保持細胞健康。只要食一粒咧，就有成咁多好處，係咪好正呢？嗱，平時咧呢隻藥嘅市場價係380蚊，嚟到我哋健康博覽有85折優惠，即係285咋，千祈唔好錯過，快啲嚟我哋攤位 C18至到 C23，同埋 D19、D20 同埋 D22同埋 D23嚟揾我哋啦，到時見。